大家好，歡迎嚟到3米的德，我係詩織。最近香港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接連發生懷疑校園欺凌及學生衝突事件，引發社會對校園暴力、校園欺凌嘅廣泛關注。網上流傳兩段聖保羅書院學生喺課室打交嘅影片，其中一段顯示一名較高嘅學生將另一名較矮嘅學生推倒在地，並多次拳打腳踢，甚至用腳猛踢其胸口，導致受害者縮喺地下，鞋都脫落，並傳出哭泣聲。另一段影片就係一名健碩學生喺白板前面連續毆打同學頭部4次，期間有成年人疑似教師經過卻未介入。聖保羅書院回覆表示，上述片段屬實。第一段影片發生於2年前，2023年，施暴者已經離校。第二段影片發生喺2025年2月，涉事學生已經受到處分，但係校方稱呢兩段影片為朋輩誤會或肢體衝突，而非校園欺凌。校園欺凌嘅定義同形式，欺凌唔係僅僅係身體上嘅暴力，仲包括言語侮辱、社交排斥等。呢啲唔同嘅形式可能使欺凌行為更難被及時發現同處理。例如，有啲學生可能遭受嘅係心理上嘅欺凌，老師或家長唔容易察覺，導致問題長期存在。點解校園欺凌事件會源源不絕？喺校園欺凌事件之中，青少年會扮演3個角色：施暴者、受害者同旁觀者。學校作為監管者角色，卻模糊欺凌問題嘅嚴重性。中學時期為青少年嘅心理發展階段，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和社交關係建立嘅關鍵時期，容易受到同伴影響。部分施暴者透過欺凌行為建立強者形象，試圖喺同學中獲得地位與關注。例如聖保羅書院影片之中，施暴者當眾毆打同學，可能係為咗展現支配力，吸引他人追隨。喺男校環境中，暴力行為可能被錯誤地視為男子氣概嘅表現，形成扭曲嘅價值觀。好多受害者將被欺凌歸因於自身缺陷，例如外貌、成績或者性格，陷入自我否定，甚至唔敢去求助。被欺凌者常遭同輩排擠，形成孤島效應。例如聖保羅書院中學學生將鞋放喺同學飯盒上面嘅集體嘲笑行為，就係透過羞辱強化受害者與群體嘅隔膜。多數旁觀者深知其欺凌係錯誤嘅，但係害怕成為下一個目標，因此而選擇沉默。聖保羅書院影片中，學生只係低聲勸阻，而唔係強力阻止，都可以反映呢種矛盾嘅心理。喺群體壓力下，青少年可能因從眾心理附和嘲笑當作娛樂，甚至錄影上傳社交媒體，間接助長暴力。青少年處於心理發展階段，處於欺凌事件中，面對唔同嘅角色，會好難處理。學校同老師作為監管者角色處理不當，往往會助長欺凌文化。大部分學校傾向將欺凌事件定義為學生衝突或朋輩誤會，
例如聖保羅中學將暴力行為稱為肢體衝突，避談欺凌一詞。有聖保羅書院學生匿名受訪者表示，校內欺凌問題長期存在，包括言語侮辱、集體嘲笑等，但係校方未積極處理，這種模糊化處理掩蓋咗問題嘅嚴重性，導致後續介入措施不足。即使施暴者被處分，懲戒措施往往流於表面，例如記過、停學，缺乏心理矯正與行為引導，難以阻止再犯。香港教育局雖然要求學校通報嚴重欺凌事件，但係校方經常以保護學生私隱作為拒絕理由去公開細節，導致外界難以監督。聖保羅書院兩件學生衝突事件相隔2年，卻未見校方公開檢討制度缺失。傳統名校往往更重視升學率與社會形象，擔心欺凌事件影響招生或捐款，這種家醜不外揚嘅心態，導致校方優先掩蓋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另外，喺男校環境中，部分教師潛意識認同男仔打交係成長過程，未及時制止輕微衝突，間接助長暴力升級。校園欺凌事件係一塊鏡，照出青少年朋輩關係嘅陰暗面。教育系統本應係培育人性嘅搖籃，卻成為踐踏尊嚴嘅工廠。無論係握緊拳頭嘅施暴者、蜷縮角落嘅受害者，定係沉默嘅旁觀者，聖保羅書院事件絕唔係單一事件。若繼續漠視，只有更多受害者沉默受苦。真正嘅解決之道係在於重建教育嘅本質，讓學校成為人嘅學校，而並非分數或者明星嘅學校。呢期視頻就講到呢度，大家如果有任何校園欺凌嘅意見，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哋下期視頻再見，拜拜。